师父利用今天这个早上呢，跟各地的莲友简单举一个公案，给你们大家呢能够建立一个念佛的信心，了解说原来这个名号的可贵，名号的伟大，名号的功德力啊，是难以想象。有一位太太啦，她从小就体弱多病了，而且她又很早就结婚，她亦有3位子女啊。婚后呢，她的公公婆婆、丈夫常常瞧不起她，最后终于协议要离婚了。那么因为这莲友呢常常生病，家中又不和气，所以只要听说哪里的神庙或者神宫有灵验，她就去进香了。但结果总是高兴而去，失望而回呀。最后甚至于想了断自己。在几年前呢，这一位莲友又生病了，这一次病得够离谱藏医社呢差一点都赶来了。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，突然间连续好几天晚上无法安眠，走路的时候头必须要歪向一侧，无法伸直，只要一伸直，就有人跟这位莲友说话了，发号施令。西医呢就说是脑神经衰弱，中医说是气血不足，那么妇科呢说是更年期到了。这个病呢，让这位莲友痛苦到无法形容。短短的20多天，他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啊，脸色苍白，非常可怕。体重呢有48公斤，掉到38.5公斤。那么莲友从小到神庙烧香啊，去问事情。不懂得念佛，也不懂念经，直到有一天，偶尔又到庙里面去烧香，流着眼泪了，就诉说着：我一生呢对神如此诚心，为何让我常年的身体不好呢？现在又离婚了，3个子女又归我照顾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？桌上放着几本结言书了，于是呢，这位莲友就请了1本回家阅读。书中就说了，想消除病痛，消除业障，只要你诚心念阿弥陀佛，自然会改善。这位莲友呢，他半信半疑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，试试看吧。念第1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没感觉。念到第2句的时候耳边有一个声音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念到第3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听得很清楚，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告诉他说：我并非恶意要捉弄你了，只是看你心地善良，我无法找到别的善良的人的身体，才躲进你的身上。你不要再念佛了，快带我到寺院去，我马上就走了。结果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病就好起来了，没有挂碍，健健康康，过得非常幸福安乐的日子。所以你看，多么有力的3句佛号，竟然救了这一位莲友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知道佛号的功德威力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。佛用兆载永劫的时间，舍身舍命流血流汗，为我们众生无条件的付出，完成了这句名号圆满的功德。只要我们一称念，这个功德呢，就主动的、没有条件的，就送给一切念佛的众生。所以我们仰仗着名号的加持，我们就能够脱离业障的纠缠，欢天喜地的，在最后要离开娑婆世界，顺顺利利的，圆圆满满的，无挂无碍，自由自在，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。我们到了西方，花开见佛，所以我们一定平常要好好的念佛，一定要好好的念佛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